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1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多数的风台打离开，中度风台卡路上紧暗时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气象局预告拜4、拜5上晚近台湾。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竞选总干事前屏东县长潘敏安，和国民党立委指控是写论文是抄的。潘敏安讲哦，绝对是原创。农委会今仔先加做农业部，早起11点挂牌。头一个农业部长陈吉仲表示，农业部要继续正做农渔民的靠山。新闻开始来看，多数类风台打离开，又搁有新的中度风台卡路会影响台湾。气象局预告，一个拜4、拜5上晚近台湾，雨水嘛袂少哦。上紧今仔暗时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受到中度风台卡路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为今仔日透早就开始有风台雨的感觉，风台受到北平高压的影响，各国目前针对卡路风台预测的路线也未统一，各有争差。不过气象局表示，上紧伫今仔日暗时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我目前预估未来24小时，它还是稳定的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经过琉球南方海面更向西移，一直到星期5清晨前后，它可能随着北方高压如果稍微减弱，才会开始有往北或往北北东方向移动的可能。如果未来移动方向速度正如我们所预估的话，气象局有可能最快在今天晚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局表示，目前卡路风台也继续在变强。未来敢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也阁需要观察。目前伫东部沿海已经有观测到2公尺至3公尺悬的海影，提醒伫沿海作业的渔船就要小心。星期4一直到星期5上半天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那从星期3，台风外围环流逐渐接近，一直到星期4、星期5上半天，北部、中南部地区都是属于会断续下雨的情况。尤其星期4到星期5，台风最接近我们的时候，预估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但相较这种路径而言，花东地区的天气就稳定许多。气象局表示，风台拜4、拜5会上晚近台湾，雨势嘛会上大。为拜5开始，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中南部会落较强的雨，加上今仔日甲明仔载2日，拄好撞到年度的大流。气象局嘛提醒沿海甲地势较低的所在，要注意海水倒激或者是淹水的灾情。记者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去日本访问的第2天，今仔早起接受日本媒体 NHK 有朝日新闻的访问。侯友宜是强调讲，伊支持有合中华民国宪法的9二共识，绝对反对一国两制，嘛强调讲两岸就爱对话交流，减少冲突。今仔下晡，侯友宜嘛去自民党的总部来拜会。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初一透早接受日本媒体朝日新闻和 NHK 的专访，内容就讲到两岸的情势。侯友宜是强调讲，就爱互相有对话交流，才会当降低两岸的冲突。我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9·2共识，我反对台独，反对一国两制。那我们有责任在台海的稳定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希望坚守我们的民主、自由制度。听过日本报纸《产经新闻》第2版，就是报道咱台湾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来访问日本的代志。另外，伫这 The Japan News 也有 TBS 的网站，嘛使看到报道相关的代志，嘛显示到日本媒体对这摆侯友宜来访问日本嘛是真关心。另外，日本产经新闻指出，国民党是亲中派，外界就刺激讲是去互打标签。侯友宜是强调国旗就印伫咧伊家己的心肝内。因为侯友宜即个去日本，也阁有含艺人洪倩玉做伙食暗顿。不过，棒球明星王静之所因为确诊无法度出席，该打电话和侯友宜开讲。另外，东京妈祖庙董事长詹德芬嘛来做伙食饭，所以外界就伫咧要讲，比起郭文铁，詹德芬敢是更较挺侯友宜咧。詹德兴在台湾我也认识，所以来到日本倍感亲切。他昨天一路相陪
在昨天晚上我们还一起吃饭，大家聊得非常的开心。他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崔伊下晡好友谊要去到自民党总部拜会政要，也毋过敢会去见到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好友谊是表示一切尊重自民党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竞选总干事前屏东县长潘明安，和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指控讲，高师大成人教育研究所的论文是抄的，比例阁超过一半。潘明安嘛随回应，伊是强调讲，伊的论文有原创性，绝对毋是抄的。另外，民进党的屏东立委参选人柯典维，互人检举讲减保政治现金，昨宣布退选。民进党前客家事务部主任蒋介安，和代代退销论文了后，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初一开记者会指控，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竞选总干事潘明安，高师大成人教育研究所论文涉嫌抄袭。根据比对，抄袭比率高达54%，各刊写玉山国家公园网站，内文全部拢无引注。拿很多的网站，还有一些其他学校的论文，一些文稿来做拼接。王宏维表示，潘明安的论文就亲像盗窃的破案同款。面对指控，潘明安也用3点回应，强调论文有原创性，经过系统比对。同款的比率比13%较低，符合规范，绝对尊重学论会审查结果，绝对无抄袭的记录。第二，呼吁政治力不要介入校园，凌驾学术独立自由。民进党不止继续出现学论风波，被恶落潘明安接班人的民进党屏东立委参选人柯典维，因为进前传出互人检举逮捕政治现金，甲违反政府采购法，检方审问了后，有领20万块交保。柯典维伫7月31日暗时宣布退选，讲要捍卫家己的清白。我是要去用更多的心力去证明我的清白，所以我也希望说司法赶快来厘清，还我清白。我一生坦荡荡。不过，自宣布退选，柯典维服务处暗时竟然放炮啊，互伊马上报警处理。即马民进党屏南立委选情也出现变数，屏东县长周春美点名立委曾水雄、农业部部长陈吉仲拢是人选之一。这个我上次已经担任过一次救火队了哦，那我会觉得是不是更没有包袱的人下去全力拼战？那这个对可能比较好。曾水雄一波表示，民进党是表示尊重当事人的决定，选区后续定照提名代志，交由指控技术大选提名策略小组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民国39年成立的农委会，今仔正式改制，升格做农业部。伫早起11点挂牌，头一任的农业部长陈吉仲是表示讲，农业部要继续乘做农渔民的靠山。也毋过有国民党的立委早起是批评讲，陈吉仲只晓野钱补助，根本无适合做部长。落着大雨，第一任农业部长陈吉仲无野伞，一直压雨，规身躯澹漉漉。伫农业部挂牌仪式顶头，第一个登台发言，伊讲，民国77年5日抗农民运动，农民要求成立农业部的诉求总算达成啊。我们走了35年。农业部挂牌无算到天气的因素，室外舞台无早的所在，刷来上台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嘛选择压雨，批评迄时阵逼农民行上街头的威权政府，伊嘛一项一项讲出任内推动保障农民的各项政策。我们做到2021年农业保险、农民保险3保1金，还加上退休金。强调首条非洲地区建立冷链的体系，执政党重申任内推动各种互农渔业前进的政策。不过在野党无认同，或者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指出，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任内有10大政策，包括水果外销产值倒退率、国内大欠粮、开放来猪，拢是农业倒退的事实。他最著名的疯狂傻逼补贴部长，他会做的就是补贴，之前是补贴主委，接下来就是补贴部长。
农业部挂牌仪式包括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陈建仁、佮前任农委会主委、农民团体代表拢有来参加。农业部强调要继续做农渔民的靠山，但在野党批评顶下晓野钱的陈吉仲是上无责任的农业部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中和警方掠诈骗集团哦，竟然去掠到家己人。一个27岁，伫今年6月离职的警察，伊亲像是跋筊欠真侪钱哦，所以做诈骗的车手。目前嘛在调查讲，伊在做警察的时阵，敢有甲诈骗集团斗空。开门哦！警察全副武装，被闸门入去掠人，甲门暂开了，逮捕到诈骗车手。验讲，这个人愈看愈面熟，意外发现竟然是以前的同事。协助排除记者的问题，得到好人好事表扬。一个姓王的查甫人，捌伫咧中和分局中原派出所做警察，伊伫小学的同学看线了，立即改做诈骗集团的车手。被害人报案称于6月19日遭面交车手诈欺取款，本分局随即展开调查，发现是6月5日离职的翁姓前员警涉案。警方调查发现，24岁姓王的前警察，伊伫咧做警察的时阵，跋筊欠钱，无心工作，伫勤务开始出现无正常的情形，而且开始甲同事借钱。今年5月的时阵，互警方找起谈，迄天就决定要辞职。后续如有发现翁贤在任职期间确有犯案的事实，将予以翁贤一次记2大过免职处分，并从严追究相关人员考监责任。这回骗走受害者70万，依照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嫌以上了，被羁押禁见。验过警方发现，伊约人交钱，毋那是第一遍，而且也继续追查，伊伫咧做警察的期间，是毋是涉及到不法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婚姻关天9日的疫情继续在拖，有未少农民确诊。县政府是表示讲，确诊农民的农园都要来进行化学防治，也是封起来1个月哦，1公顷会当来补助6万块。前几日落雨过，伫咧德港园内底，当看到德公园内底咧积水生水区生帮塘。目前婚姻关天9日的疫情，规个县内已经确诊115例，其中高坑就占103例。为着要加强防治天9日，农业处针对配合封园1个月的农民，按算1公顷要给因补助6万块。那只要我们进行化学防治的部分呢，为了食安的问题，所以我们有进行田区的补助。这个部分我们是直接向中央来申请的，预估是1公顷6万块。那我们希望说，为了全民的食安，那这1个月呢进行封园。婚姻关府表示，最近县内得到天9日的个案，大部分拢是农民。不过拄好是滴水的采收期，袂当因为防疫就无顾虑到农民的生活。若是配合防疫停止采收的农民，就会当领到1公顷6万块的补助。不过农民的看法嘛真无同。你政策若要安尼，咱嘛无安尼嘛袂使哩啊。算讲爱防治啊。嘿，你会配合吗？会啦，会配合啦。发生一定会拖的，迄免讲的。嘿啊，这就是政府落着手来进行啊，看要安怎消毒控制。啊，你讲1公顷补助6万，这农民无大生活啦。伫高坑有种果子的农民表示，1公顷要补助6万块，完全无够通贴因所投入的成本。希望政府会当想出更较好控制天9日的方法。按那农业处估计，目前高坑疫情上严重的所在大约1500公顷，若是拢封园需要补助900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头一件公家甲私人合作的民办赌金北门埔仔赌金案，伫要动工咯。未来是要起24层楼高的大楼，计共是有132户，2026年会完工哦。未来政府本地的空间会规划做图书馆，部分做社会主体甲公益设施。在温绿线至空北站，桃园市第亚公司合作民办都市更新案桃园区补助段途径案已经举行开工动土典礼，要起顶面14层以卡3层的主体大楼，要伫2016年完工。有132户，照用这种类关键甲关公有部分修复缘分回图书馆主体单元，也有优摆个空间。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怎么说？就是类似资源利用这样。很好啊。怎么说？就是说可以给民众方便。2楼整层的图书馆空间大约是260坪，也包含了独立的一个出入口，那也包含了共享运具的空间。
主体发展处表示，除了地行公司合作的民办途径案，目前公办途径也有建工街警察宿舍中兴巷、复兴路、东门停车场4案，分回部分营造社会主体使用加工业性设施，民办途径也调向关键工业性设施为主。除了政府努力盖之外，我们一直主张政府应该透过各种都市开发的相关的规范跟手段。然后引入民间的力量，也来取得社会住宅。社会主体推动联盟表示，台湾社会主体数量也是不够。这2年来，也一直主张爱用多元方式提高社会主体，亲像都更、都市计划变更，或者是整体开发手段内底，政府拢该提到一定数量主体优先作为社会主体使用，也提醒分配也合理，唔通多利建商。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推出的新青年安心成家房贷，今仔开始开放申请，利率上低是1.775%，金额上侪当贷1000万哦，款项上长有5档，会当来贷款40档哦。也毋过有中人就提醒少年人哦，就爱评估加付利息的款项期结束，敢有法度来负担利息甲本金。高厝价、高利率时代，未少人要买厝，感觉真辛苦。即马财政部提出新青年安心成家房贷专项，自2023年8月7日上路，提悬贷款额度，增加利息补贴，延长贷款年限，加宽限期，是方向，减轻买厝的人的负担。自己要缴这么多年的房贷，其实压力还是会有的。问题根源应该还是房价太高，而不是就是用有点像这样子的方式去先鼓励大家买房，但最后才发现后续的问题。这摆新青年安心成家房贷专案，只要满18岁，而且借钱的人配偶无成年子女，下骹无自有主体，经过承办银行查证作为自用主体使用，就应受理。利率由目前的2.025%各减1倍，1.775%。应贷款的额度为800万提悬到1000万，款限期延长到5年，贷款期限上悬延到40年。另外，内政部每年推出的主体补贴政策，开放自购主体、甲修缮主体利息补贴也开始，民众应甲青年安心成家房贷斗阵来配合。利率的部分的话，可能会比青安贷稍微高一些，因为毕竟青安贷的话，它是政府补助1码，然后再要求各个承办的公股银行再补助半码。贷款人他在前期的时候，他会觉得每月要缴付的贷款是相对比较轻松的，但是一旦宽限期结束之后呢，复利滚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利息呢，会大幅的拉高，以至于呢，你宽限期一结束，你就要面临一个比较高额的这个贷款负担。房仲有估，因为新版青年安心成家房贷所提供的利率低，可能欠不少符合的资格，而且有资金需求民众来申办。不过也提醒，这方案无适用转贷户，已经使用青安房贷旧贷户也无适用。提醒买厝的人签约之前爱补清楚是不是适用。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按算对9月7日开始哦，伫徛街区的业物件的店，对暗时的10点到计工的8点未当营业。有业者是真不满哦，因讲暗时阁有半暝，拢是生意上好的时阵，未当做生意，因至少会损失3-4成。嘛讲政策公布了，无到1个月就要开始，嘛无配套哦，因实在无法度接受。新北市的经发局是表示讲，会办2场的说明会，来甲业者沟通说明。业红仔期待啥物拢有，就连洗衫球也营业。不过后摆暗时想要业红仔，可能爱先确认这间店是毋是有开，因为新北市按算为9月7日开始，主地区的业红仔店为暗时10点到计工8点免营业，按若无会罚6000块以上3万块以下。9月7日到12月31是辅导期，未马上罚钱。这个我支持，人比较复杂，会发生事情的也会比较多。我觉得它还有很多需要调整的空间，而不应该是完全的阻断这个产业的运作。也就是讲，对业红仔企业者的宵禁，有人认同烦恼店头扰民，不过也拢感觉关伤过济。有业者佫批评，店面黄金热门时段未当营业，业者至少损失3-4成。虽然市府表示应提报申请资料，经过经发局许可了后，就应开店。不过目前无看到细项说明或者是配套措施。我们夜市的怎么办？夜市他又说可以，那一般的不可以。那我问你，税金你要不要减半？没有嘛，你税金是全台湾收最贵的呢。房租房东会不会减半？也不会嘛。那你是不是要补助的配套？
我们也已经准备在8月4号跟8月18号办理2场次的说明会，来协助业者了解怎么样填报。那我们也会提供填报的重点还有范本，让业者可以方便的去做填写。新北市列管当中的自助选务贩卖机台差不多有1700多间。新北市经发局要伫8月14甲8月18办2摆说明会，向业者沟通说明。有业红仔机业者付条无排除要伫说明会现场向市府来抗议。记者综合报道。政府颁布露营场地管理要点已经一档了，也毋过旧的露营地合法化的进度煞是真慢。以苗栗县来讲哦，是一间拢无。也正是讲，针对于限制建筑物的高度、佮固定设施的面积这2项规定是真困难，所以望讲中央会当来放任法规。大片的草坡啊，也佮有真水的风景。苗栗泰安是真侪爱露营的人的首选，不过政府去年颁布露营场管理要点，鼓励业者列管就地合法。但是苗栗县原有274场露营场，甲打拢无合法化，2间通过现在拢是新案。在地业者认为，要点规定建筑的高度袂使超过3公尺，是一大障碍。它规定是要3米以下，那3米以下几乎所有旧有的露营场几乎都不会通过。自从有这个疫情之后，你的卫浴设施它的空气的透气一定要好。那如果你太矮的话，事实上盥洗的这些游客其实也蛮担心的啦。考量到通风甲压迫感，原有露营场建筑大多数拢超过3公尺。台湾乡公所主秘陈信达建议会当放0到4.5公尺，只要减负土木结构技术的安全认证就会使。另外，固定设施必须要少于基地面积的10%，而且袂当超过660平方公尺。伊是认为无应该包括露营区内外的道路，就会使提高诱因。它如果说它中间区域和区以及连外道路所串联的道路部分又要记录在1/10里面的话，变成说它可做范围就缩小很多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适度的开放。办理了6场这种说明会，然后所以就收件数慢慢的多了。那所以到现在总共是有45场申请，然后我们已经核发出2场，那其中大概有10场是本来就既有已经在经营的这个露营场。县府强调已经办理6场的说明会，目前已经有45场申请当中，其中10场是旧的露营场，会积极来协助办理。对于全馆露营场合法，乐观看待。台湾乡公所甲业者是表示，希望中央会当听到地方的声音，进一步放任规定，让整体产业正常发展。记者苗栗报道。立法院昨3读通过性平3法的修正案，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今仔就到监察院定情哦。因认为讲台湾的航空业有严重的性别歧视，亲像讲是规定女性的空服员只会当穿裙。因要求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应该得爱要求航空公司取消甲服装仪容相关的限制。国际航空业者当中，只有台湾虎航空服员，无论查甫查某拢穿裤。其他航空公司的女性空服员拢是用军装做制服，要化妆才规范。通知空服员职业工会指出，限制女性空服员爱穿军装、化妆，除了是不法女性的性别歧视，各互空服员在经历倒升的时阵面临高风险。当今天发生任何重大的灾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协助乘客逃生。在这种情况下，裙装、跟丝袜还有跟鞋，其实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也不具备足够的安全。工会指出，南韩国家人权委员已经在2013年裁定，韩亚航空限制女性空服员家能穿裙是性别歧视，要求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唔通落在国际后面，也呼吁航空业者，行政已经通过性平3法修正，不应该各对无同款的性别有无同款的服装规定。如果是以联合航空来讲，因为工会的势力庞大，所以他们的空服员是可以选择裙装或裤装来执勤。那当然也是美国的文化当中对于空服员的形象的这个展现比较没有那么注意。航空燃料备份机构业者分析，亚洲大部分航空公司拢将空服员看作是企业识别的一部分。过去在国际礼仪当中，女性穿军装是正式的表现，所以用军装做制服已经真侪年。即马性别平等意识起来，相信企业也真照形象甲世界的出色，有无同款阶段的服装规范。记者综合报道。
外国媒体讲，咱台湾的车路是过路人的地界，对于新疆者来讲是愈食力。早起有新疆团体甲立委开记者会，指出讲6月时，有新疆者坐电动轮椅伫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外口摔断手骨，因要求政府要改善道路的设计，卖来提出国家赔偿。伫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外口的人行道甲车道之间的关价落差有16公分左右，嘛因为人行道甲车道的涉水小巷，有坐电动轮椅的新疆者无注意到关价落差，为人行道摔落来，骹手骨落摔断去。它的那个步道跟车道之间，它其实是有高低差，而且10来公分的高低差，我就没有认为它会是有个台阶，所以轮椅直接就开下去，然后人就飞扑到街上。我会往那个中央联合办公大楼这条路走，是因为其实外面的人行道的状况更糟。我会采取第2行动的部分是，我会去提起国赔。林军街国考试伫迄时，佫是为着要去开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会议的路上，结果煞受伤，实在是真离经。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也讲，类似的个案不止啊多。不论是人行道的边界，又或者是公车停靠区，又或者是社区活动中心的台阶，都曾经发生因为边界难以看到它的高低落差的情况之下，造成行人跌倒。那目前法制上是没有很硬性的一个规定，那未来我们会来讨论看看是不是要增加一些提醒的。营建署表示，伫讨论修法进程，现主时也会先发函予各地方政府甲机关，提醒若见到有类似的状况，要先用护栏等设施加强监视，维护过路人或者是新疆者的安全。记者阮刘水台北报道。英国政府宣布要发100多张伫北海乌石油甲天然气的探勘执照。英国首相苏纳克是表示讲，这目的是为了要确保能源的安全。也毋过有部分的非营利组织并无认同。英国首相苏纳克甲苏格兰的圣佛格斯视察当地炼油厂。英国政府也伫几天前宣布，将会伫北海批发100多张新的石油加天然气探勘执照，来提升能源供应，确保能源的安全。苏纳克强调，就算是到2050年，英国依然是需要25%的石油加天然气供应。Far better that we get that from here at home, better for the economy, better for our energy security, better for jobs, and better for climate emissions rather than shipping it here from halfway around the country. So that's why we've got more North Sea oil and gas licenses being announced. 苏纳克讲，俄乌战争，普京操控能源作为武器，并且阻碍经济成长，追求发展能源独立性。不过，政府加速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是无改变。不过，英国非营利组织并无认同。认为北海资源早晚会用了了。The North Sea is a declining basin, and that means no matter what the government policy is on it, the North Sea is running out. It'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it's mostly oil, so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gas crisis, so extracting more oil won't really help with our bills. 拉斯顿强调，政府付钱和石油加天然气公司伫北海钻探，然后搁再卖互出价上悬的人，这种做法是正矛盾。而且伫最近全球暖化、加重极端气候，这个时阵批发探勘执照，恐惊互英国的国际地位受到质疑。We've hosted COP26 and we're always calling on other countries to do more on climate change. So it could look quite hypocritical if we're calling on others to reduce their oil and gas use and reduce their demand, but at the same time we're approving more. 另外，英国国内执政的保守党加在野的工党之间，对这件代志意见正无同。再加上民调显示，工党有可能赢到明年的大选，所以和这项政策也出现变数。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讲，把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列作濒危世界遗产哦。因认为讲，因为气候变迁、过度旅游等因素，威尼斯目前是面对过度风破坏的风险。威尼斯过度旅游早已经不是新闻，有林条产生的粪扫量一直都无减少，水上活动伤济造成的污染度来10年无看到改善，这无法度转变的破坏风险。当时，这个自198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单的圣地，变作建议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单的主要原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因为人类介入，包括一直开发气候变迁、加大规模旅游的影响，可能对遗产寄出的普世价值造成无法度反转的
改变。相关问题已经清楚化，造成国有特色特质恶化。经过包括高层建筑部在内的开发计划，可能产生严重负面视觉冲击。高补充伫经费甲自然变迁复合影响之下，当造成建筑物结构甲市区的恶化甲破坏。威尼斯2021年迈美国风特会评为世界遗产名单的命运报告指出，意大利当局伫解决这寡问题方面欠重大进展，佮因为欠整体联合战略环境，所进一步受到阻碍。相关建议会伫9月伫里亚岛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威尼斯市府表示，会详细读建议，佮甲中央讨论。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中国北京受到风台杜苏芮影响，落大水雨，造成2个人死亡。有桥断去，一寡车拢落去水底，有民众是爬去车顶等待救援。画面看起来是真危险、真恐怖。伫北京西南郊区的小清河水位涨起来，桥也被冲断。那边的桥塌了，这车刚冲下来，这车有人吗？那有车有人。北京市甲河北省31国际法保护红色警戒，风台杜苏芮2倍登陆中国，背后检着真济烈烈性地起案。风台尾期扫到北京、河北、天津附近，并且一直落大雨警戒。过去几天，敢若是北京就几落百条路淹水，其中降雨量上济，门头沟区、山区的水道有发现尸体。伫咧河边也看到真济已经严重变形的车，讲已经600年唔捌淹水的紫禁城，这边也淹水。北京市气象局讲，自29号到31中昼40点真久内，北京的平均降雨量是170.9毫米。根据官方的记录，这差不多是规个7月份的平均降雨量。湖这么大了，第一次见着这么可怕的洪水。伫咧河北有看到一台车伫车道的溪水内面冰释，还有一人扭到水下的固定物，只敢若头伸出来。一个人被记哩卡伫咧河内面的轿车的车顶等人救，当局出动大型的机械，想要甲人救出来。中国伫咧极端气候影响之下，今年热天的温度一直创新高，而且是大水愈来愈严重。专家讲，雨若继续落，可能会比2012年7月造成79个人死亡、几落万人脱离的大水更加严重。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台湾科牧科技公司的观音厂，伫8月初1就要关门哦，要注册259个员工，也毋过伫7月28才通知员工。工会今仔是去劳动部订情，因讲员工会当除了注册费，会当过来争取补偿金哦。劳动部是表示讲，这个工厂明明有趁钱，嘛毋知讲为虾米要关门，会来协助劳资双方协商。美国资本无序停工。科牧科技公司观音厂员工不满美国资金公司顶个月28号向宣布停工，接下来要分4批资遣259名员工，初一透早拢伫劳动部门口订情，希望劳动部会当协助解决劳资争议。官场补偿金，我们的一个年资是5个月哦，如果你是30年是150个月哦，不然的话，他的永续经营承诺就是没有诚信。哦，把钱都赚回去美国。根据了解，目前科牧公司依法提供资遣费予员工，不过员工表示，因真侪人伫咧科牧公司工作超过20年，希望公司另外阁提供原厂的补偿费，来降低劳工家庭的生活影响。嘛，呼吁劳动部应该赶紧修法，改善这种熊大量辞掉员工的情形，降低劳工的冲击。阁加上台美进前签署贸易协定，应该紧来启动，加强对台美劳工作权的保障。都已经签订好了，是不是这个协议可以立即来启用，保护我们现在的科牧工会的劳工？公司其实是有这个营运是很正常的啦，良好的，但却突然的宣布关厂，那这个部分其实涉及到将近300位员工的生计啦，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那劳动部其实是表示很遗憾和不解啦，劳动部呼吁科牧公司应该善尽社会责任，伫后壁的劳资协商内底，体谅员工这么多年来辛劳，予因适当的补偿，让劳资争议会当得到好的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东港的东良里，伫透早4点开始淹水哦。东良港的广场上深是淹到卡多林，附近的民众是讲哦，北风灾过了，附近已经10外冬拢无淹水了。因怀疑讲，这届是因为水门无关。东港东良港头前的庙埕，本来停车场的涂骹拢予水淹去。也袂过呢。民众发现水淹愈来愈悬，出门去看，水沟的排水孔佫一直清出水。哦，迄海水。拢为迄人孔盖冒出来了。
1号透早无风无雨，毋过拄着大涝。东港东龙里海水倒灌，水淹上悬时阵到小腿肚。在地民众表示，北风灾了后，已经有10多年无出现淹水的状况，怀疑水门无关。啊呢，几好，还有今天个我这里到家了。哎，再干贴大呀。啊，无真正讲。 较早迄嘛，我毋捌讲起人个整好落雨，太知道迄个。落雨啦，若要落雨，淹内底就会啦。人啊，疏忽的，伊个水门无共开，啊水门无开，伊人开，啊即摆水入来，袂去关，啊水无抽出去，大旱啊，无大旱咧。无落雨出大淹水，渔民认为是水门的关系，抽水站的人员澄清。迄个有个大溪哦，伊个伤过灌开哦，会满伊个电管迄个进去哩，迄个伤灌落安尼啊，阮拢有关啦。因为当地地势较低，大部分的徛家拢有土管，也是有部分的民众的厝内淹水，只好等到将近9点，水渐渐退去，赶紧摒扫。记者李小燕、柯建俊，屏东报道。 宜兰的县议员发现讲，劳动运动公园有一个查甫人哦，断死公园屋内的日头鸭。这民众佮讲伊只是好耍尔尔。县政府农业处是表示讲，这民众的行为已经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上最是当罚30万。下去捡起来，啊！ 关关受气爱查甫人捡倒伫湖边已经强要无开的头鸭，原因是这个查甫人用胶片来射击，造成头鸭死亡。关关看到真受气。那现在可能看起来越来越少，以前也有天鹅，还有鹅、鸭子，可是现在每天我在那边看，好像数量会越来越少。 劳动运动公园内的风明湖生态丰富，有日头鸭、鹅、龟甲五桂鱼等生物生态。议员批评民众用胶片来射击日头鸭，根本就是垃圾行为。若无组织管理湖内的鸭、鹅等生物已经愈来愈少，更加呼吁大家，若看到类似行为，同齐来阻止，守护美好环境。唔好，安怎讲？我感觉安尼伤害伊嘛会疼，啊你家己嘛无好。另外，方射击的日头鸭管理单位接到通报，是前方处理将鸭送往东西部防药所，不过已经明显死亡。如果针对一般的野生动物的话，它猎捕的话会违反到我们野生动物保育法第49条，它可能会有6到30万的罚款。县政府讲，日头鸭虽然不是保育类动物，也不过查甫人行为，若查证属实，涉及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会当罚6至30万罚款。管理公园的体育场表示，会加强公园巡逻，未来也唔望会当建立科技执法来防范类似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县政府为要鼓励65岁以上的老大人甲身心障碍者直接出门，嘛提供台北往来花莲3条各地各道客运免费的补助。对8月初1开始，有敬老卡还是爱心卡，对花莲坐客运到南港还是邦桥拢免钱，嘛无限讲坐几届。花莲县开办长者甲身心障碍者免费坐车有10年，包括县内客运免费、铁路票价逐个月600，平均逐年有8万人次使用。不过受限，代替电子票证系统无法度使用敬老卡或者爱心卡，所以县府决定今年开始将北华山各道客运特地补助方案。8月1号开始，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身心障碍者持有敬老卡及爱心卡的乡亲呢，都可以来做免费的搭乘。目前呢，暂时没有线上购票，都要临柜来购买。县府表示，这个专案编列3300万经费，包括首都客运板桥线、统联客运南港线、甲台北客运南港线，车资定价205甲225块。临柜买票时，如敬老也是爱心卡，就直接由县府设定的社福点数补贴规则车资。今天才知道，是有人跟我们讲，其实他要在网站再公布一下。搭免费车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花莲县民都很好，方便了。另外，身心障碍者上路车问题甲车内安全，个优先的空间也需要特别注意。不过目前包括车长甲车主资讯也无够透明。上下车哦，他们可能要有升降机的，我们才可以搭。他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坐轮椅的朋友们来的话，是不是随时都可以搭车。县府强调，目前是示范阶段，符合资格的长者甲身心障碍者，无需要另外付费，个逐个月无上限。今年了后，会依照实际情况，考虑服务族群敢是去扩大个受证系统建立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果子狸是直接出现伫都市附近的野生动物。台大甲台师大教授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讲果子狸伫都市常常着伤死亡，上主要原因是受到路人的狗仔的攻击。为感受画面会当看到果子狸伫天棚夹层弄来弄去，也是伫行园建筑物中。这种野生动物真会晓伫有人类的环境中生存，所以伫高区山顶，也是伫都市绿带，拢真看的。不过有研究团队发现，无论是小只猫也是大只猫，狗仔攻击拢是造成受伤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野生动物就是从浅山跟城市来取序的，结果没想到说，我们城市里面的生态环境其实就可以维持。在城市里面的白鼻星最大的一个攻击的威胁就是来自犬只，然后第二大的是道路的车祸。即使是成年的白鼻星，它被犬只攻击，在所有的案例之中，仍然有40%。研究团队跟阿为台中市来掠算，至少有45个收，位伫4区位有90%建筑的人口密集区。不过，无论是伫都市，也是伫郊区，当因甲热数的猫仔狗仔的活动范围相踏了后，生存条件就较会受到威胁。其实全世界的非常多的野生动物其实在近10年都看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在国外其实也有一些例子告诉我们说，有很多野生动物进到市区了。第一个是它熟悉的环境，二来是说放出去新放的个体，有时候其实的确会造成新的个体需要适应甚至会有一些竞争的状况发生。相关研究会登上国际期刊，研究团队呼吁各界重视大多数的猫仔狗仔的管理，也要促进都市那绿带的生态功能，才会当为野生动物打造更加友善的生存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世界大学问。记者综合报道。达当8月份的头一个礼拜是国际无龄周。国健署去年调查，头一个月全部拢饲无龄的妈妈比例是超过一半饲半冬的是有2成8。有一寡妈妈惊讲无龄无够，囡仔食袂饱，有的是爱上班，所以就无搁继续饲咯。第一次跟自己的 baby 亲密接触，然后亲喂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是超级可爱跟感动，我觉得那很难言喻。艺人带2个囡仔伫现场分享饲儿饲2体的感想，饲母乳毋但会当考我保囝的感情，医师也分享饲母乳的好处，讲母乳就亲像囡仔头一档的有风险。其实母乳就是第一剂的预防针，因为母乳本身有 A 抗体。A 抗体本身，它是一个很浓，像一个珍珠、一个弹珠这么小的母乳，有用吗？它就是你的预防针，它可以预防很多新生儿的感染性的疾病所以它们本身有免疫球蛋白。国健署去年调查12000多个生产的妇女，发现头一个月全拢饲母乳的比例占5%，2个月来变4%5%，4个月来变3%7%，6个月来阁有咧饲的剩2%8%。也若减少饲乳的原因，除了工课场所无方便，也有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有一寡妈妈因为年水伤少，惊囡仔食袂饱，有压力。一样的每一滴奶水都有它的珍贵之处。其实你不用想说，我一定要喝什么几1000 CC， 然后或者几多少 CC 给孩子喝很多的母奶，其实不需要。你只要想的是说，我自己当初我想的是，我下一餐我还可以有母奶喂就很好了，一天一天吧。我觉得把那个目标设计在比较实际化。医师表示，饲母乳毋但对囡仔好，对妈妈也有好处，会使减少以后直直高血压，还有更年期前的黏癌。另外，国健署也透过法令，和医疗机构、工课场所和社区等等的所在做伙合作，提供生产进前到生产了后继续饲乳的环境。记者柯高山、小桂林台北报道。来看新北市的三重埔，有民众出门的时，把狗仔留伫厝里，结果狗仔对露台摔落去，路尾送病院嘛救无回来。新北市动保处认定讲，主人是有过失，所以动保法要罚这主人15000块。圈，哎呦！家主人真欢喜地耍，花贵宾活过真活力。那么走客厅，那么走厨房，四界地走。不过若是无人伫厝的，饲主的心肝宝贝都爱踮伫笼仔内。正常上下班去带一个宠物在身边，一方面就是也是会影响到工作，在家的时间大概6到8小时。
因为主人出外工作，一日离开就规半工，爱留狗仔家己伫厝内，饲伫18楼悬，除了讲窗仔门一定爱锁起来，宠物摄影机嘛爱监控，安尼较安心。即嘛是有狗仔讲留伫厝内，煞传出落入楼骹意外。接获民众通报，家犬受困栏杆外，需要救援。10分钟后，民众再次来电，表示犬只已经坠楼死亡。因为过失伤害动物或使动物遭受伤害，可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这件代志发生伫新北市三重埔，饲主住伫公寓6楼，窗仔门公务官员府出门了后，收到判消息，厝主敲电话讲狗仔为露台落来，经过抢救无效死亡，毋但爱面对狗仔死去的毋甘，阁爱互新北动保处罚15000块。防护措施要做好，比如说你的围栏可以只单独隔狗狗会靠近落地窗的地方，或者是大门的地方，那这样它还是有办法在家里其他的空间自由活动。看动物保护法明定饲主的义务，只要有故意也是过失，致使动物受伤也是死亡，拢有处罚。只是主人可能出外工作，常常有急事爱出门，甲宠物留伫厝内，动物团体嘛建议爱加装安全锁，也是暂时关伫笼仔内，避免危险的代志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的艺校协会甲剧团合作举办歌戏的体验营，在第3天的时间带学生囡仔来学做歌戏，佮以性别平等甲反霸凌等议题来搬戏，是真趣味，咱嘛做伙来看卖。看这阵少年家穿戏衫，哪行哪摇，高水个趣味的模样，互大凯观众看甲笑嗨嗨。台南市的艺校协会找歌戏剧团来举办体验营，带学生做伙来学做歌戏，体验传统戏曲是什么，然后又结合了我们性别平等教育这个议题，然后让孩子更深入的了解。其实他们真的都很认真，而且从完全不认识歌仔戏到今天表演，他们比我们还紧张。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优秀。剧团伫咧第3天的时间内底，教这阵囡仔免怎唱曲调、讲台词，伫台顶爱安怎行、安怎比动作，了解歌戏是生做啥物款。而且这出戏马哥求学记，佮以性别平等甲反霸凌等等来做主题，推广歌戏，嘛探讨社会议题。照着歌戏融合现在性侵甲霸凌这个问题吼，互因发觉讲哦，原来歌戏不但伫遐伦理遮之外，还佫有会当互咱讲时势会当再拍卖。戏出内底嘛结合真侪少年时行用词。搬戏的学生讲得趣味，观众嘛看得感觉真新鲜。艺校协会透过这摆体验营，希望让学生了解到做戏的美感甲辛苦，嘛希望让因上台表现的机会，甲开拓未来发展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澳洲因为路途遥远，有真侪当过暝火车，也毋过这款火车的设备拢真旧咯，所以嘛常常慢滚。有真侪环保人士是正推销这款比飞轮机较低碳排的铁路旅行哦。有一寡火车公司嘛继续投资这款会当过暝的火车。伫法国就按算要伫2025年哦，佮再推出巴黎、米兰到意大利威尼斯的火车帮。一家人也是几个朋友，坐夜行有眠床的火车跨国旅行，困起来也阁有早顿会当食，以这种方式游遍欧洲，真做新流行。奥地利联邦铁路表示，今年热天夜行列车的票已经卖了。作为全球永续发展带头的欧洲各国政府，也鼓励低碳排放量的铁路旅行。It's cozy. It's like a new experience you really have, other than flying, and it's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So it gives also a good feeling that you're not like flying and was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stuff. 为比利时布鲁塞尔往来德国柏林的新路线是2023年中才开发，将至暗坐火车加登到早起到到另外一个国家，互真侪旅客感觉方便。最近因为气候变迁问题日渐严重，互真侪旅客愿意放弃高碳排的飞行机旅行。
樱花跨国铁路欧洲之称，特别强调坐飞机为伦敦飞去巴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火车旅行的14倍。不过25年来，有名城的火车因为需求降低，发电停止，设备老旧、定慢分、技术问题，甲变速定故障。另外，铁路路线欠整合，拢正做未来发展的阻碍。The main issue is that, of course, it is very challenging to organize the train still because the timetables need to be adjusted all the time. 看好洋行列车市场，奥地利联邦铁路伫2018年就向德国西门子订33台有名称的列车，预计今年底加入营运。法国一间新创公司也甲有名称火车制造商合作，计划伫2025年重新推出不列受欢迎的巴黎、米兰到威尼斯的路线。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下晡的天气，咱就跨国关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